喺呢度咧都要肯定翻局方同埋處方咧都審時度勢啦，即係帶嚟喜訊，將呢一個檢疫嘅日數咧係降低到30日。咁我都想了解多少少啦。剛才咧都有介紹關於係3B 同3A 區。咁如果一啲貓狗係來自於3A 區，佢嚟到香港係檢疫係30天啦。咁但係佢之前嘅經歷，佢會唔會由3B 嘅地方去咗3A，然之後先過嚟香港？咁可能係慳咗啲日數。呢方面點樣去追蹤翻佢過去佢逗留過嘅地方啊之類咧？呢個第一。第二咧都睇到個申請咧係要附帶健康嗰個證明嘅健康證明咧咁係點樣去認可嚟接受邊一類咧？如何可以防止個真偽咧？呢個我想了解下。第三咧就係、關於嗰個狗隻晶片新嘅 ISO 咧，我想了解翻咧，如果佢係唔離開香港嘅，係咪即係狗隻唔離開香港嘅，佢用翻舊時嘅晶片，其實係咪都已經可以咧？因為可能咧本身養緊寵物嘅狗主咧，其實佢哋都擔心，咦會唔會都要帶佢去注射，係咪會要俾錢啊？有個成本喺度。咁如果係佢唔離開，佢選擇唔離開香港嘅，都係喺香港永久居留㗎啦。呢隻狗隻，咁佢咪唔需要注射晶片，即係並非強制㗎嘛？應該係咪咁樣咧？我想了解清楚。唔該，主席。薛生，好啊，多謝主席。咁啊，第一個問題咧，會唔會喺3B 度逗留，再去3A 就會縮減咗咧？咁樣其實我哋亦都有個要求咧。所有動物咧去響3A 嘅國家嘅時候咧，佢最少要逗留大概2個月嘅60天。咁變咗咧，佢就算響3B 去咗3A 咧，佢都要逗留多60天咧，先至可以正式為3A 嗰隻嘅地方嘅狗主嘅。咁變咗咧，佢用呢個方法咧就冇着數。第二個增藝嘅方法咧，其實我哋有幾方面啦。第一，所有嘅狗隻咧，佢都要係係有個電腦晶片啦。咁啊，官方嘅獸醫咧睇過之後咧，佢咧亦都要抽血去驗證嘅。咁喺抽嘅時候咧，官方嘅獸醫咧要睇下個狗嘅年齡啦、品種啦、性別啦嘅模式啦等等，咁啊嚟辨認嗰隻狗係咪第二隻狗啦。第三樣咧，頭先你講過嗰個ISO chip 咧，咁今次其實我哋個修訂目標咧就係頭先好似阿議員你所講啦，如果喺外國咧，如果佢有一個 ISO chip 咧，佢打咗之後咧嚟咗香港咧，我哋喺呢個修訂裏邊咧係豁免咗佢唔需要再打多一次，咁啊唔需要有2個chip啦。